落嚟演出中國茶道文化大師，來自香港嘅葉偉文教授，恭喜晒 ！Congratulations to top outstanding master of Chinese tea culture, Professor Yip Weiman from Hong Kong, China. Good afternoon. I'm the former ambassador of Jamaica to China, Chu Weiji. My congratulations to Professor Ye Weimin on receiving the award of World Master of Tea Culture at the 2025 7th World Top Culinary Awards held by the World Top Culinary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in Guangzhou. Again, I wish Professor Ye all his endeavors of future success in culinary and tea. Let time keep frozen and hold on my temperature. You're here longer. You always blow my mind there, but I'm still nervous without you. 葉慧文教授一生致力於將中國茶嘅文化發揚光大，永不言倦。通過茶文化嘅推廣，讓世界讀懂中國。今次葉慧文教授榮獲世界頂級美食茶文化大使嘅榮譽，實至名歸。我希望葉教授繼續努力，將茶嘅文化繼續努力推廣，遍地開花。恭喜恭喜！大家好，我係中國香港演員張雷，恭喜晒葉偉文教授。2025年11月20號喺廣州舉辦嘅世界頂級美食大獎，當晚葉教授榮獲世界頂級茶文化大師獎，恭喜晒，冇得頂啊！總之遇到葉教授就有靚茶飲。由馬來西亞世界頂級美食協會舉辦嘅世界頂級茶文化大師獎，呢次喺廣州舉行。呢個獎呢係頒俾我最尊敬嘅葉偉文教授嘅，因為葉教授無時無刻都為茶文化發揚光大而努力。葉教授，呢個獎你係應得嘅。實至名歸，恭喜恭喜！
大家好，我係群生飲食技術人員協會嘅理事長許美德。我哋中國茶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我喺度恭祝葉慧文教授喺廣州接受由馬來西亞世界頂級美食協會舉辦嘅2025第7屆世界頂級美食大獎賽，從中獲得世界頂級茶文化大師獎，祈求葉教授再接再厲，運用中國茶藝文化，喺度我恭喜恭喜！慧明兄，慧明老師你好，恭喜你獲得世界頂級美食、頂級茶文化大獎，當之無愧。謝謝，我是賽飛。葉慧文教授，恭喜師傅！當我哋知道咧，你好快就會獲頒世界頂級茶文化大師獎嘅時候咧，我哋個個都戥你開心啊！呢一份嘅殊榮咧，係對你數十年嚟由開創香港茶道到勇闖世界健力士紀錄，再到將中國茶文化播撒到全球嘅最高致敬。師傅，你嘅一生咧就好似品茶咁，先飲嘅時候咧就會覺得香醇，再嗒落去咧，咁就回味無窮，悠長深厚。師傅，你唔單止咧教識我哋茶藝嘅技法，更加咧就係教懂我哋以茶觀心、以茶載道嘅人生哲學。多謝你喺我哋心目中咧，你永遠都係我哋前行嘅明燈。師傅，呢一份榮耀，你係當之無愧。我係香港專業舞台劇演員以及配音導演黃維 Jason。好開心我尋日收到嘅消息，就係我嘅好朋友葉慧文教授，佢喺廣州獲得咗由馬來西亞世界頂級美食協會所舉辦嘅2025年第7屆世界頂級美食大獎中，攞到咗世界頂級茶文化大師獎。首先要恭喜查教授先。而我認為呢個獎項係實至名歸嘅，佢唔單止係實至名歸，而係甚至對我嚟講係一個最高榮譽嘅認同。小弟曾於今年嘅7月咧，主演咗由香港文聯主辦嘅一台舞台劇，叫做《茶馬古道》，裏邊嘅內容係講關於雲南嘅茶文化嘅。咁而葉教授當時佢就親自帶住佢珍藏咗幾十年嘅最靚嘅普洱茶，帶住佢最精美自己發明嘅攞到專利嘅茶具，同埋帶住佢嘅徒弟一齊親身嚟到我哋排練現場，去親手為我哋沖泡咗一壺最靚嘅普洱茶，能夠令到全體嘅演職員親身能夠感受到真正嘅茶文化嘅表現係乜嘢先至係真真正正中國最靚最高級嘅茶文化，令到我哋可以有一個非常實在嘅一個感受去參與呢套舞台劇，繼而獲得咗好大嘅成功。咁所以通過呢件事，我能夠見到就係、我哋中國嘅優良傳統文化，特別係我哋嘅茶文化，好博大精深。但係佢需要咁有心嘅人，好似葉慧文教授咁有心嘅人，去用具體嘅行動去幫我哋去做推廣。咁所以我覺得今次教授獲得呢個世界頂級茶文化大師獎，真係實至名歸嘅。而且我都好多謝大會能夠頒呢個獎俾查教授，令到佢能夠有動力保持佢內心嗰團火，去繼續咁無私咁去傳承我哋嘅中國優良傳統文化，令到我哋可以代代相傳、薪火相傳，知道我哋中國文化嘅真正價值喺邊度。多謝你，葉教授。
恭喜你！大家好，我係中國香港演員黃俊棠，我喺度祝賀我好朋友葉慧文教授喺廣州由馬來西亞頂級美食協會舉辦嘅2025年第7屆世界頂級美食大獎中獲得世界頂級茶文化大師獎，恭喜恭喜！大家好，我係中國香港演員李國麟，我喺度祝賀我好朋友葉慧文教授2025年第7屆世界頂級美食頒獎禮獲得2025年度世界傑出茶文化大師獎，恭喜恭喜！祝賀葉慧文教授喺廣州由馬來西亞世界頂級美食協會舉辦嘅2025年第7屆世界美食頂級美食協會中獲得世界頂級茶文化嘅大師。good。我係香港演員李剛，喺呢一度，我祝賀葉慧文教授在廣州由馬來西亞世界頂級美食協會舉辦嘅2025年第7屆世界頂級美食大獎中獲得世界頂級茶文化大師獎。葉教授，你咁多年嚟都係致力於茶文化嘅事業，而家咧已經桃李滿門。好多徒弟、徒孫、徒室，真係豐盛人生。喺呢度再次恭喜葉教授你獲獎，恭喜恭喜！我係關偉倫，恭祝葉慧文教授喺廣州獲馬來西亞世界頂級美食協會舉辦嘅2025年第7屆世界頂級美食大獎，其中係獲得咗世界頂級茶文化大師獎。教授，恭喜恭喜！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郑树峰基爷，在这里祝贺叶卫民教授在广州由马来西亚世界顶级美食协会举办的2025年第7届世界顶级美食大奖中获得世界顶级茶文化大师奖，恭喜恭喜！